位球迷朋友，大家好！我撐港超聯精華節目又同大家見面啦。我係 Nicole， 我係 Lifu。對上個禮拜真係好忙啊，因為咁多場港超聯賽事，場場都精彩，場場都好刺激。咁好睇嘅嘢仲等乜？快啲送上咁多場波嘅精華俾各位觀眾睇啦！去邊？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今日嚟到大埔運動場，有主隊嘅大埔對住理文。咁啊，球迷如果遲咗睇呢場波，就真係走寶啦。咁啊，今日兩軍嘅教練對壘就係戰術上嘅對壘。開波唔夠30秒，呢邊劉家橋嘅傳中，巴科爾嘅入波幫理文領先1-0。嗰陣開咗波咧，30秒都未夠㗎。呢個踢法咧就非常之適合巴科爾啊！頭先放個長波啦，劉家橋奮不顧身撈翻個波埋嚟，巴科爾話掂啦，呢啲波好啱我踢啊！成功喺開波30秒幫理文領先到1-0，成個形勢咧就好好踢啦。成場波都唔同晒啊！咁啊，落後一球嘅大埔其實都有機會啊！呢個波上到嚟控到啦，但係可惜控到嘅係杜國如啊，一控第二下就唔夠快，俾人解圍在先啊！如果進取少少咧，夠膽的話可以左腳第一時間嘅。立法寧亞今日就好多空間俾佢上嚟助攻，有腳一彈，巴科爾控都唔使控，25分鐘梅開二度幫理文領先到2-0。呢個波當然第一個要讚一讚立法寧亞啦，推上嚟其實遠處仲有米基爾喺度啊，咁啊，但係佢選擇揾到入楔嘅巴科爾，巴科爾一走邊射，將個波一趟遠處，領先到2-0。今日理文嘅主教練朱兆基收起左手直射手艾華頓嘅，咁但係呢個估唔到嘅決定咧，真係帶嚟一個估唔到嘅結果喎。所以上半場啦，堅 Sir 都提早換入咗保連奴噶啦，換入咗保連奴咧，菲力都多咗好多空間可以掂波噶，呢度嘅禁區有少少攤凍咗噶。咁當然啦，最後成個攻勢咧，亦都係越位在先。咁啊，開頭上半場就菲力仔擺最前點啦，要去背身踢波咧，對佢嚟講有難度，但係換入咗保連奴咧，就放生翻菲力仔喎。咁啊，多咗機會嘅，咁啊，菲力仔今日都係第100場代表主隊嘅大埔上陣啦。咁見到港隊嘅暫代主教練盧比道今日亦都有入場觀戰。下半場理文繼續用長波呢個攻勢啦。頭先米基爾揾到個聲音波啦，彈到俾你過嚟，哥達半傳半射，巴科爾話我喺度。49分鐘帽子戲法，再一次係巴科爾嘅入球啊！咁啊，但係呢個波哥達有少少，我覺得係識唔應個波啊！咁啊，呢度空晒嘅，撳埋去，點知咁啱就撳正巴科爾嘅前面，好輕鬆將個波射入，幫理文拉開到3-0。唔容易㗎，對住大埔可以入到3球波，但係理文呢就攻勢今日係水銀瀉地啊！呢度費蘭道攞唔到個先機，余偉廉出到埋嚟，米基爾話掂晒，一抽到埋去4-0，講緊時間係55分鐘啫喎。完全估唔到嘅比數，理文喺作客下半場好快又入到波，將個比分拉開到4-0，呢下出嚟啦，完全冇人 mark 嘅米基爾一撳射成4-0。咁米基爾就話：3分以待咯，做咗個慶祝。咁大埔話係咪咧？場波係咪咁快入雪櫃咧？菲力話唔係啊，喺尾處攝贏咗58分鐘咧，追成1-4。挺身而出嘅菲力陳少君啦，咁啊呢個波又係佢嗰份啊，揾到個落點喺門前，好輕鬆將個波頂成1-4啊！咁啊，值得一讚就係大埔係冇放棄過㗎，即使大比數落後。華維迪嘅罰球遠射到埋去，過唔到今日正選嘅門將梁興傑。呢個波09都飛得靚啊，睇準個落點啦，橫身單手將個波副還出界啊！咁啊，但係呢邊再一次睇下啦，呢度有一個犯規球證，即時嘅反應係指咗12碼，但係經過 VAR 系統係決定個犯規接觸點係球禁區出邊，所以只係一個間接自由球。就本身搏到犯規係潘佩軒啦，球證第一時間都話12碼噶啦，艾華頓諗住話掂啦，查晒錯有12碼射咯。咁點知球證就話唔係喎 ，VAR 咧就話喺禁區出邊喎咁樣，咁啊有個罰球啦，艾華頓話罰球算啦，由佢啦，照做啦，係咁睇下斬入去定開短好先，開個短啦，主球證廖國文，哎呀遮咗線喎，咁變相咧理文就由有12碼變到有罰球都算啦，罰球個攻勢都冇埋喎，呢個波其實完全可以空晒潘佩軒可以射㗎，令到理文呢個進攻係完全冇埋。咁啊冇咗個進攻，大埔就話我嘅進攻就嚟咯喎，費蘭道速到埋嚟，呢度有個運戰，伊高上到嚟，翻嚟防守個艾華頓，哎呀越幫越忙，侵犯咗伊高沙托尼。呢個波球證就好快作出去呢場波嘅第2個12碼判決，咁啊經過 VAR 再一次嘅複核啊，12碼係有效嘅。堅 Sir 仍然有少少愁眉深鎖啊，帕特華維迪一步嘅助跑，將個波送咗入網，幫大埔追成2-4。咁啊令到場波咧突然間又撻翻着喎。
本身以為放咗入雪櫃，大埔咧就令到個雪櫃出煙，咁但係令到個雪櫃再次閂翻埋嘅男人咧就係佢啦，巴科爾呢度失去平衡，大喜就意外踢咗落佢嘅後腦位置嘅。咁啊呢個波球證第一個反應係俾黃牌嘅，咁啊但係經過 VAR 嘅複核咧，覺得係一個嚴重嘅犯規，球證改判大喜係直接紅牌離場。咁啊當然啦，慢鏡我哋睇到係真係抽咗落去巴科爾嘅後腦度嘅。咁啊，但係即係以球員嘅角度，我哋嘅角度睇，佢就唔係有心，只不過個波咁啱彈落去巴科爾係射身跌落去，用個頭想頂個波，咁啊踢咗落去後腦度，領咗呢場波嘅第一個紅牌。咁場波就艾華頓後備入替咧，踢個左翼位置，呢度就越大越生，就俾嗰踢中嘅韋法頓咧就踢低咗。咁呢度踢低咗咧，我哋最初睇個慢鏡咧就似，咦，好似喺禁區外邊踢喎，但係 VAR 出完咧就話禁區裏邊喎，12碼由艾華頓處理。93分鐘，今日射成5-2，又再拉翻開啦。入到呢場波嘅第7球波啊，雙方咁啊，艾華頓後備入替都有1球波入。大埔即使打少一個人，佢哋都係冇放棄到嘅。依個嘅罰球揾到保連奴，90+10噶啦，踢到100分鐘，追成3-5，較接近嘅紀錄。呢個波戳埋去，保連奴升得好靚啊個點，升贏晒個點，頂翻個近處，咁啊09都冇辦法啦，個波頂得太近啦，咁啊最終作客嘅李文入到5球波，以5-3擊敗今日表現差少少嘅主隊大埔。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，高力北區咧喺主場北區運動場咧迎戰呢個九龍城噶。咁兩支區隊咧都喺個冬季轉會窗啦，就增兵啊，都幾大動作噶。咁啊，開波5分鐘到咧就出現入球咯。好啦，呢邊嘅係九龍城嘅右路嘅進攻啊！哇，呢個傳轉球一落點先靚啊！咁啊，見到就卡朗一個飛頂啊，將個波係頂到去遠處，有個先開紀錄㗎嚇。成個攻勢好流暢㗎嚇，咁啊，尤其試下啦，金文攝一 hold 定個位，等阿邵雲俊走到上嚟咧，就放個波落去。咁而阿邵雲俊出個波咧，落點亦都非常之好。係啊，呢個波就你見到啊，馮翔都即刻馬上鼓掌鼓勵下啲球員啊。咁啊，跟手見到有呢邊嘅係啊北區亦都有個角球咯。可惜呢個波就較難突，雖然頂到個波頂咗落地冇乜力嘅。咁啊，九龍城其實跟住仲有機會擴大個比數㗎。咁好似依腳金敏攝嘅射門咁啦，就第一下俾龍門啊馬灣啊鐘海文咧負咗出嚟，跟住咧再補頂咧就越咗位。同樣都係九龍城嘅進攻右路嘅傳中啊，雖然第一球攞得唔好，不過後邊冚上嚟嘅雷仙奴咧補射呢腳波勁啊，但係亦都係過唔到啊鐘海文。呢球波咧就佢第一下控得唔靚啊，但係修正得好，跟住第一時間 ban 埋去。咁啊喺上半場方面咧就真係相當之活躍㗎雷仙奴。好啦，又係角球啊㗎，禁區頂一射有少少撻 Q，呢邊再補腳鬥個遠處可惜啊，後冚上嚟嘅姜振賢啦，咁啊左腳一鬥個波係彈地出界，哇！呢個半車身冚埋嚟都相當似樣㗎艾利安。咁但係完半場之前咧，鐘海文就傷出啦。咁呢下咧自己少少失咗位之後啦嚇，落地落得唔好，就應該擺到個膝頭哥嚇。實際傷勢點唔知，咁但係當時咧佢就非常之痛楚噶，咁亦都要即時離場啦。由咧李漢浩入替嘅。咁上半場咧，九龍城就係領先住1-0。咁啊，去到下半場嘅時間咧，其實就呢邊嘅高力北區亦都作出咗調動啊。咁啊喺個攻勢方面咧，明顯有所改善嘅。咁啊右路個傳中，呢個波散到人跟手咋，去到遠處即刻打個倒掛俾你睇下，雲素斯。係咁啊！呢球波就都少少騷料啦、表演啦嚇。但係如果食得應個波咧，個波抽到去遠處咧，入波都唔奇㗎。當然啦，即係攻勢越嚟越多啦，呢邊嘅高力北區。同樣都係維尼素斯一腳右腳擺大位施射，可惜個波比較正中間。咁啊，開始九龍城嘅防線上面嘅失誤咧比較多啊。咁但係就終於要付出代價啦。去到57分鐘，呢次嘅角球攻勢，加蘭達咧烏低個身，一頂個波一批，咁個波咧喺兩人啊中間咧飛去遠處入網啊，咁追成1-1平手。好啦，咁啊，其實九龍城都仲有啲攻勢嘅，同樣都係右路呢邊嘅傳中啊。咁啊，今次可惜咁啊，卡朗就唔係飛頂嘅，佢褪後嚟頂咧，所以個波就頂唔中龍門。咁啊，跟手亦都見到羅廣威嘅施射啦，呢個波就
窄角度之下咁啊冇乜力咧，亦都係過唔到對方嘅門將啊！咁啊張桂華，咁啊張桂華一個嘅係飛托，咁啊將個波啊托咗出界，施射嘅就係波比嚟㗎。咪球波係越位啦嚇，咁但係呢球波咁啊見到阿格蘭特一個轉邊，咁啊落點啊恰到好處之餘咧，仲要咧接應嘅迪亞高咧係咪有啲球運咧嚇？呢下少少甩腳，反而咁樣咧，好似個假動作咁咧，呃過咗器官出營嘅張桂華。咁咧完場之前咧就出現咗呢啲嘅不愉快鏡頭啦。其實就出界嘅波咧就係阿羅曉忠踢出去嘅，咁但係跟住咧佢就阻對方快開，咁啊有啲衝突，跟住咧可能係投訴過激啦，仲要咧攞埋紅牌添。結果高力北區咧落後一球情況之下反勝九龍城2-1。喺經歷過11月同12月只係得一場比賽嘅標準流浪呢，嚟到1月佢哋有多啲比賽啦，有成3場波。淺藍色衫褲就係佢哋啦，而至於白衫粉紅褲呢，就係聯賽繼續不敗嘅傑志啊！率先發動攻勢呢，就係佢哋啦。呢下阿仲安入到去同林廖太有下碰撞，林廖太已經倒咗地㗎啦，佢嘅挑射呢，反而仲未喎。咁呢個波佢都就係腳就黐得好靚㗎，阿仲安。咁啊，跟手林廖太啊逼埋嚟嘅時間咧，少失咗重心之後咧，個波流俾阿仲安，但可惜一挑射嘅時間咧，反而做咗個未唔入波喎。未能夠喺開波早段獲得嘅優勢，就唯有靠長波搏下夢啦。呢球搏得到㗎，新加盟嘅哥倫比亞外援哥迪斯嘅射門呢，就不中目標。跟住傑志就還擊啦，阿仲安拉咗邊，中鋒嘅位置咧就利安道入線，過咗林廖太個頭㗎啦，利安道嘅埋門咧又係唔中目標。咁啊就真係。標準流浪喺個體力充沛嘅時間咧，都能夠可以抵擋得住啊！咁啊，去到尾段嘅時間咧，上半場尾段咧，呢波睇嚟有少少下降嘅時間咧，有啲叫做鬆散咗啲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跟住見到肯定嘅禁區頂回傳翻轉頭咧，哇！真係伊拉拉文迪話擺落個角嗰度啊，個波真係咁樣先開紀錄啊！嚟到港超聯嘅第一球啊，伊拿拉文迪啊，上半場嘅32分鐘。新波咧就傑志唔係好有板斧啦，有少少老鼠拉龜，佢話唔緊要啦，有遠射呢一範啊嘛。32分鐘先開紀錄，打破僵局。咁就上半場最後攻勢都係嚟自傑志啦。呢度一個傳中，林樂勤嘅頭槌頂得比較正啲啦，葉嘉宇成功沒收。呢下頂都係咁頂噶啦，佐頓上半場咧佢就踢個左翼位嘅位置咧，就對住佢細佬林樂賢嘅。見到半場就啲小朋友都幾開心喎。下半場傑志繼續發動攻勢㗎，一個長傳啦。陳俊樂呢下第一時間射門咧，都係過唔到葉嘉宇。咁啊，領先一球嘅情況咧，都唔係太過穩陣啊，所以見到嘅傑志咧，都係喺下半場咧，都個攻勢都仍然係咁猛烈嘅。咁啊，跟手陳俊樂呢一個後腳回後咧，就但係可惜，又係啊呢一個啊利安道呢個射門又係未能夠中籠嘅嚇。利安道啊做咗個大嘥鬼啦，之後早年路。右腳做個傳中都係利安道啊！今日幾次嘅埋門機會都未能夠把握得到，亦都比較多越位嘅利安道今日。之後流浪又用長波搏懵咯，呢度就爭少少搏到啦。伊巴謙入到去左腳，不過食得唔係好型啊！哇！呢個嘅機會都可以話千載難逢啊！咁啊，但係就即係伊巴謙咧係有少少失咗平衡之下咧，起左腳咧就未能夠發力啊！咁益晒呢邊嘅係龐卓希。之後肯定呢個 full pass 俾得好靚啦，後備入替嘅 Anson 黃浩俊左腳做個傳中，亞仲安門前一撞入網，84分鐘咧就拉開到2-0啦。咁啊呢個波就林樂賢咧有少少嘅係估計唔到啦，對方一個走身後咧係俾對方係俾個直線靚波傳出嚟，亦都係把握得好好啊！咁就明加索夫嚟到邊線嘅位置，咁見到有少少波歐啦，唯有修正啦，俾翻過嚟中間，鄭展龍都後備入替咗噶啦。呢下掕順咗，再劏穿咗明加索夫，刻意造就 Anson 咁啊回歸港超，今日一助攻一入波喎。呢個波係組織得好靚嘅，第一下就鄭展龍咧避咗對手之後，俾個 Q 拉巴線。明加索夫亦都望到遠處有個黃浩俊喺度，咁啊所以就而家送過嚟遠處俾黃浩俊咧，左腳係將個波係射成3-0。俾提見尾段長波入咗雪櫃上嚟試一試先，整腳遠射都係過唔到，今日表現幾唔錯嘅葉嘉宇啦。咁最終咧傑志繼續不敗，攞埋3分，繼續排榜首。中國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第12周嘅賽事啊，東方就喺主場啦，旺角大球場迎戰冠忠南區啊。咁啊，藍衫白褲嘅東方咧，今場波就有新教練啦，文路托利斯就係佢啦，首次領軍。咁睇下會唔會可以有個好開始啦？
佢就咧着重呢個後場嘅傳控踢法嘅，所以今日咧中堅好多時咧都係猜短波。咁南區咧就好多時見你猜短波，我就逼你咯喎。呢度咧第一次逼到成功咗噶啦，但係咧就做唔到個射門機會啊。講緊就係馬古斯雲尼素斯，佢佔咗個先機噶啦，但係呢下咧就過唔到高進啊。馬古斯雲尼素斯咧就喺2025年最後一場嘅比賽咧就受傷㗎。呢度梁冠聰做個傳中，大久保休頂到埋去噶啦，身高只係得1.75米嘅啫，大久保休，但係頂贏晒一眾高大嘅中堅喎。所以見到艾文衛謙咧就叫後衞啦，逼緊啲梁冠聰啊，因為梁冠聰嘅傳中咧就非常之有質素。咁之後冠忠南區再一次前場逼搶啦，再做木舟快抌個界外球，阿哥斯達即刻做個傳中，高進就失咗位嘅。史蒂芬彭利拿喺29分鐘咧就成功幫冠忠南區先開紀錄啦。呢個入波咧亦都係佢效力到冠忠南區咁耐以嚟第73個入波。咁幫手執波嗰位朋友咧就做咗個助攻喎，就好快將個波抌到俾助木舟。咁助木舟再快抌咧，阿哥斯達就成功傳到俾肥棒啦。上半場就可以先開紀錄啦，咁就可以繼續踢翻佢哋嘅穩守突擊啦。長傳搏亂搏到喎，陳曉彤上到嚟射門咧，想射翻高進嘅大細龍門㗎。咁好彩高進咧就右腳封得切啊！又係一個長傳啦，陳曉彤今季都助攻數字都好多，經常殺到上嚟嘅。今次可惜啦，就爭少少啊！上半場咧，南區呢個踢法咧換到幾好嘅結果㗎，成功領先住1-0啦。本身就諗住啊，會唔會即係試隔一段時間，再一次聯賽可以贏到東方咧？東方就話冇咁易。張廣賢做到個人突破，馬高斯 set 橫，林顯庭嘅遠射，60分鐘咧就成功幫東方追成1-1平手。呢個入波啦，亦都係 fact 喎，就自呢個2021年以嚟啊，再一次喺聯賽有波入啦。對上一次入波咧就係2021年嘅2月27號啊，當其時仲係代表緊愉園嘅。首先要讚就係張廣賢啦，以1敵2過咗馬高斯 set 橫。fact 過林顯庭嘅射門咧，亦都盡顯佢嘅質素，真係 fact 過變 fit 過啦。之後可以再做個傳中，呢下就過唔到伍偉謙啊。之後換咗人之後咧，東方就換入咗丹尼爾啦，亦都換入費利普薩，收起咗梁振邦同埋梁冠聰嘅，將黃飛揚咧改打咗個左閘，攻勢咧就越嚟越旺盛。之後梅里路俾翻過嚟，阿哥斯達做個 hidden pass 俾到佐木洲，呢一球咧未能夠再次領先就非常之關鍵啦。射都係咁射噶啦，咁但係就爭2個波位到啦。咁之後就到東方發威啦，大久保休俾翻馬高斯，馬高斯俾翻大久保休，大久保休一級右腳又係俾翻佢，馬高斯69分鐘幫東方反超前2-1，呢位東方嘅 Spiderman 又可以做翻個慶祝動作啦。2025年最後一場聯賽佢有入波，2026年第一場聯賽佢又有入波。呢下其實係玩佢兩個嘅啫，真係俾佢兩個玩晒喎！你俾我，我俾你；你俾我，我又俾翻你。馬高斯幫東方反超前，之後劉君正一拖到過嚟，大久保休攝咗個盲眼位，入到禁區噶啦，呢度夾硬過噶啦 ，Figo 諗住梅開二度，過唔到護空門大王陳潤彤啊！本身 Figo 咧今場波就壓前咗好多啦，佢就唔少攻門嘅機會，呢度諗住梅開二度噶啦，就過唔到陳潤彤喎。咁啊，再一次有個比較關鍵嘅護空門啦，陳潤彤，但係可惜啦，就未能夠為球隊咧帶嚟一個好結果。之後又係大久保休啦，咁啊嗌左邊踢啦，左一級右一級，呢度再做個傳中，費利普薩錯過咗，馬高斯話唔緊要啦，我冇再 miss 到，成功將個波送到入網，時間係75分鐘，15分鐘入3球波，東方就係咁樣咧，就3-1反超前啦，大久保休都2個助攻咯喎。呢下第一點過咗啦，咁但係馬高斯話唔緊要啦，最後嗰點有我喺度啊！咁去到尾段啦，冠忠南區都嘗試反撲㗎，艾文路俾到阿哥斯達過唔到高進喎，之後做個解圍，梅里路立到個波，再嚟個射門都係過唔到高進喎。高進就連續2場都幫東方正選上陣，咦有個幾唔錯嘅結果喎！最終東方先落後，在15分鐘入3球反勝3-1，聯賽2連勝啊！中環就香港超級聯賽，港會喺主場對陣東區，身穿深色波衫就係港會，東區就係穿粉紅衫白褲嘅球隊啊！呢場波其實兩隊都有啲頹勢嘅，東區方面賽前係3連敗㗎啦。咁呢邊咧就睇下先，係艾力斯嘅犯錯，令到咧就港會後防都幾大意㗎。然之後唐道斌嘅解圍啦，然之後雷爾斯冚到上嚟，一撇翻俾隊友安迪喺呢度嘅射門喺度搞掂。上半場29分鐘啊！
呢下就其實係艾力斯嘅犯錯，因為佢自己喺禁區裏邊咧又冇用手，用個身擋走個波，就搞到個後防好混亂。嗱，睇翻啦，嗱，佢係用個身撞走個波嘅，然之後就埋到嚟，唐道碧冇辦法啦，唯有照解圍啦。後邊冚上嚟，雷伊斯避開咗兩個，撇埋俾隊友，安迪好順勢起腳抽射搞掂，左腳順晒腳㗎嚇。再嚟咯，過頭波呢下就華倫天奴直接會起腳，不過呢球波就比較中路嘅位置啦。嗱。咁啊，東區方面其實咧，佢哋嘅比賽多數都係以一球上落為主嘅。好啦，睇下呢邊先，王力威單對單對住艾里奧啊，因為只能夠射到網側啫。王力威今場波其實佢都覆蓋面好大，好勤力噶啦。個波埋嚟呢度咧，就大家喺門前都係照爭波嘅。華仙嘅起腳亦都過唔到艾力斯啊。上半場其實一人一段嘅，港會攻一段，東區都攻一段嘅，升翻出嚟啦。呢邊就井上龍也。起腳嘅時候，其實保羅個視線有啲受阻嘅，不過都能夠搏出去底線。跟住落嚟就係華仙博到12碼啦，入到嚟禁區裏邊，詹浩津今日咧作為中堅，其實就加咗力啊，拱跌咗華仙。最後球證判12碼，華倫天奴搞掂啊！喺上半場完場前，係東區將比數去到2-0啊。跟住落嚟喺完場前呢，吹雞一刻前都有一下倒掛，哇！呢下出腳都幾危險嘅，其實就係嚟自唐道碧啊，禁區外邊嘅倒掛嚇，就順晒嘅，不過就唔算食得好硬啦個波。完上半場，東區咧就領先2-0，港會喺下半場就力求反撲嘅，一路喺禁區裏邊都揾機會，呢邊咧見到後邊上嚟啊有美華沙啦，然之後再嚟一腳，不過呢下咧就偏離目標。就係羅卓希嘅起腳啦。美華沙作為今場波喺港會啊右翼位嘅位置都幾多上腳嘅機會，跟住呢下起腳咧都幾靚㗎嚇。華仙心口一照完之後望都唔望，直接起腳啊，拉落個遠處度。咁艾力斯咧都有少少都狼狽㗎。跟住黃迪威啦，埋到嚟中間，保羅啲甩手門前位置，哇！喺唐道碧諗住射空門啊，都係過唔到東區嘅聯防啊，分別係艾里奧同埋李毅海啊。門前位置繼續都有啲混亂嘅機會啊，呢邊見到美華沙啦，避開咗，然之後咧就窄角照起腳嘅，都係過唔到保羅啊。美華沙左右都見到佢㗎嚇，都推進啊、傳中啊、射門都係有佢份嘅。跟住港會右路位置，關迪克傳中埋嚟中間，保羅立晒，咁啊亦都就謝俊文冇辦法啦，遲嚟一步啊！最後東區作客以2-0擊敗港會，全取3分。經過啱啱嘅5場港超聯賽事之後，傑志以29分繼續高居榜首。第二嘅李文雖然同佢相差9分，但係就打少2場。第3同第4位就係有19分喺手嘅高力北區同埋大埔。第5至第7位都係有14分，順序係九龍城、東區同埋東方。冠忠南區就有11分排第8，標準流浪就以10分排第9。包尾嘅就仍然係只有4分嘅港會。睇完個積分表，今集又差唔多啦。大家記得撐本地波之餘，仲要記得 follow 我撐本地波嘅 Facebook 同埋 IG， 同埋 subscribe 我撐本地波 YouTube channel 啊！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